对吧？你住兴隆路啊？是金龙路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我女儿上锦专啊，真的。TPC， 对，她8月就会去那边读。现在有。刚考上。我想说你在住兴隆路。他是TPC 是3转，你是2转。是2转 ，That's right。而且关爱之家在3转，我常常去关爱之家做施工。关爱之家在哪里？兴隆路3转。3转就在锦专什么万方？万方是，在那个万方医院站1的那边。可以嘉玲，我帮你拍。哦，你要小心。哦。对呀，我知道啊。你没看到那个姐姐在拍照吗？对。一张嘉玲。他很会 pose， 哦，非常好，他会 pose， 真的。换你喽。来，自己过。你不是要拍吗？请看镜头啊，看镜头。好美丽，好美丽。应该叫他跟我们2个拍一张。等一下，不错。他有时候会记啊，对啊。那我们2个拍一张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好。我也要拍。是，你跟我儿一起拍哈。来。哇，不错。对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帮你们拍吧。哪边摆好，他就往哪边。哎呀，你们太近了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拍。Yep. 这么高，还有这个。啊！来，先喝一杯。这边喝的杯子。哇哦！班长，你开车？没有，我朋友开。OK， 那就可以，那可以。那小白。对，放，你出来一首。好，我帮你拍啊，谢谢，准备。可以，好了。
一下你动作会比较快一点，多快一点。John。没有进他一下，你们。John，进他一下啊。因为他一起摆好，是，再见。不要，很热。你跟妈妈一起摆，跟妈妈他一起摆，要不要？为什么？是他是哪有？啊！不要了，我的头。Hey, beautiful. Is 你的吗？珍惜，是你的吗？这是我妈妈的。真的？没有给我。怎么了？你只有你给谁？相机你都没有给我。相机没有给你，我知道，孩子，来，好。OK， 等一下我先帮他们拍照，然后回来。等一下。哎，你还在吃？你干嘛？好了吗？来，看看我，1、2、3。手机开啊，好了。哦。小心啊！你快点跑，找弟弟回家了。好贪吃啊！小公主好可爱哦！在干嘛？哈哈，不错。全真姐姐嘛，没有听到哦。全真妹妹。嘉玲，你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啊？你生日是几月25号。25号。25号，
6月20号，哦，快到了。好，25号，25，我就20岁，25号，好，我很厉害。你要送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要包包，背包呢？对，背包还是钱包？背包。我要像你这样不是，我要像那个后背的。后背的背包吗？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这差不多一样吗？不要，我要黄色。黄色。那种颜色。哦，这么那个颜色。你看我。还有白酒弹给。哎呀。像这种的。哦，这种一样的，差不多一样的。对。粉红色。不是黄色。黄色是好，这边。John， 不会。Thank you。不会。Thank you。谢谢你。不会。魔幻鼠。唱的歌很好听。对呀，他也在那边唱哎，哦，很厉还害。以为你是打雁。因为刚好罗马拼音啊，他说他就看得懂。等一下要不要秀一下？Maybe。OK， 谢谢你，他寄了很多的相片，他帮小孩拍了很多。对，我知道啊，这然后自己把它印成大张的，然后再送给他们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有拿。是张婷的老师。哦，张婷的老师，班导师啊，谢谢你啊！不会，你好多照片我都看得到。是。我觉得他是非常乖，非常聪明的。我觉得能看到小朋友的优点，那是不错的。真的。尤其是山上的小朋友。我知道，山上的小朋友都有很多的问题，靠我一个人，我没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保留他的优点，让他慢慢变。谢谢。你还那么远过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。真的不简单呢，真的啊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自愿帮我们，真的。我还没有敬你呢，没有错，谢谢。家长，小朋友的家长，不简单，你看多久了？五峰乡运也过了。对啊，反正只要有什么活动，好像是已经是属于他的部落一样了。这好像是你的家，因为他这边他解释了很多的朋友，真的，都是朋友，真的是都是真的。而跨越那种年龄的限制，真的是忘年之交。对啊，他很喜欢这个小朋友。真的没有错，不得了。你跟我一样啊，是快要变成本来是母干，现在是真的打雁呢，75% 的那个打雁呢。校长他比你更强，你比我更强。他本来是英文腔啊，真会相信，现在变成打雁又英文腔的，那不一样的，不得了。也要一起吃东西，跟我们一起吃东西。有，刚刚OK，一定要吃，不要饿肚子的话。OK，我先把它放给他，我叫他。先把你拍下，跟妈妈一起拍，好啊。好。喜欢吗？喜欢拍。我也是。等一下呢。不错。不错。Do you do? OK。觉得吗？真看。喜欢吗？对。爸爸拿瓶子。那我们一起跟我们在一起吗？在假头也我知道。哦。
来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这里，看。老虎，好，谢谢。辛苦你啊！我要拍。这个。啊，在这里。喂，谁？对。我想拍照。我想拍。啊，不行，嘿。No，太贵，对，这太重。No。再拍妹妹。姐。OK， 自己拍。哎呦，好妙嘞。OK。哇，不错。哦，非常看到吗？漂亮。但我看好漂亮哦。小公主。来拍这个。这个呢？好。看到了。还有，拍他们全部。来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一起过去，还可以哈。等一下来。好，谢谢。好耶。等一下嘛。小妹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拿我的背包。OK， 过来。哦，小心哦，在爸爸这里。我要这个。这一台是太重，不能用。真的不行，这台是太大，太贵。等一下，我要给你看，我以前拍的，我再拍一次。不行。拍那个。不能用。拍那个。OK， 拍那个。我要拍那个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要拍那个。看我一下。这里。哦，还有呢。等一下。啊，是谁？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妹妹的，你有拍妹妹的吗？哪里？妹妹毕业的。可以吸过来吗？你知道吗？这边。妹妹，这边。帮看妹妹，快。妹妹穿成绿那个太阳很快。妹妹。哇！这样不行。你关掉了，我要看地板。在哪里？哎，我要看这个。我要看那里。你们坐公车哈，跟奶奶哈。再见。他要坐公车跟奶奶。给我拍。跟上我一起。不能拍。啊，那我。190。你拿谁的？不错。那个什么谁的？你的。这是我的。
啊，你是非常漂亮。啊，你是非常美丽。啊，你很会 pose。Yes， 够了。我跟阿斌。不要吵。好了，来一起来有。就是有嘛，谁让他有啊？不要再来了，积极满再更少。带你们一起搞，好不好？带你们一起搞，好不好？带你们一起。有你了，哇！哇，这不是你。开成眼了，开成眼了。喂，有你了。很甜。我就不知道。啊，长非常漂亮。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要进去教室里面。多谢。好，那你要去哪里？我跟你去。然后给刚刚那个杨老师啊，走吧。跑干嘛？然后干心。问题是那水怎样？可以。为我的橡皮筋。不知道谁又掉上去了哦！你还把我的裤子折断！你又他想要掉下来，所以干什么？玩。我当高单车越大风越好。掉下来！有了，掉下来一个。大车上面最高越远。
谁？谁？家的谁？是吗？你认识吗？这谁？我不认识。我看，我认识，我认识，我认识。哦，白痴刚看过，刚看过，白痴啊！看过。哦，不错。哎，小安，你要走了。好好，我帮你拍哈。来，想走了。哎呀！不行。啊！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啊！啊！你都不快。来，你不开。啊！不快。啊！怎么可以拍？哦，这有一张，这有一张。我在这。我在干嘛？人家手机。我手在人家。